英國咧租屋市場咧點解咁混亂咧 ？Rent to rent HMO 包租公咧嘅現象背後咧出嚟嘅真相。咁咧大家好，我係思思，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咧一個好沉重但係好現實嘅英國社會問題。租屋市場咧點解變成咁荒謬？咁其實咧所有其他嘅國家咧，就算香港咧都有面臨呢啲咁嘅社會問題啦。咁啊類似所謂嘅劏房。你哋有冇聽過咧 rent to rent 咧？冇聽過一間屋可以租俾6個家，一張床收800磅咧？背後咧唔單止係炒樓問題，係一個結構性嘅社會悲劇。rent to rent 嘅意思咧，有人租咗一間大屋啦，然後將間屋咧就係分拆咗去多間房間或者床位，類似劏房咁嘅物體，租俾其他人。通常咧唔會係通知業主嘅。呢個方式咧應該大量應用喺 HMO 啦 ，House of Multiple Occupancy 多戶住宅。我之前咧都同大家傾。我係一個 HMO 嘅，我亦都係揾人管理，亦都係咧揾一個管理咧係 rent to rent 嘅，但係咧佢係知會咗我，亦都係俾租金我嘅，而我哋係咧遵守法律，有 license 係附住政府嘅要求嘅，咁真係唔係話咧好似呢一條片咧係 Channel 4咧 feature 過咧，就係將一間屋4-5間房租俾8個家庭，唔係咁樣嘅，而係租俾4-5個人咁樣。我間屋咧係有5間房，咁俾4-5個人咧係合理嘅，全部都係根據個法律嘅規定。呢啲House of Multiple Occupancy 呢啲 HMO 咧，通常喺倫敦啦、曼城啦或者係伯明翰嘅。咁Channel 4呢個紀錄片咧就揭露咗咧呢個做法咧已經成一種好大盤嘅生意啦。比起開快餐店啦、麥當勞啦，英國登記 rent to rent 嘅公司咧仲多過4倍。紀錄片入邊咧有一位咧叫 Isaac 咧嘅人話。佢以前係一個特殊需要學童嘅老師，後來咧辭職做包租公，因為咧人工咧太低啦，捱唔住啦。網民咧就留言話，最悲哀嘅咧就唔係佢炒樓，而係咧英國嘅教育系統咧低薪啦，長期唔受到資助。另外一個咧原本有價值有貢獻嘅人咧，寧願咧去轉行做收租工。問題咧唔係呢個個別嘅業主，而係制度本身出現嘅問題。有位網友話咧 ，Jenny 就講啦，依家啲人咧做晒全職，人工一半咧俾咗租金，結果咧街上嘅商店咧一間一間結業，因為冇人有錢咧去消費啦。呢種不斷擴張嘅業主文化咧 ，landlordism 喺英國咧係最大問題嚟嘅。佢已經唔係咧創造價值啦，而係吸乾最窮嘅人。有網民留意到提到啦，呢種做法咧根本就好似呢個做法咧根本就好似咧當其時咧維多利亞時代嘅翻版嚟嘅。當時咧，愛丁堡嘅包租公買咗間大屋啦，再分租咗俾10幾個人，一間屋咧成個家庭咁多人住，衛生啦、火警啦、危機樣樣都要齊，衛生啦、火警啦、危機咧樣樣齊。咁其實咧應該係要咧符合咧政府嘅規定嘅，咁亦都咧要準時咧每一年咧都有佢哋係要有 safety check 嘅。老實講，咁我哋咧有license 啦，有管理啦，咁一定要係全部所有門咧都係 fireproof 啦，係防火門嚟噶啦，咁又亦都有防火措施啦，係一定要咧係遵守個規格嘅。如果唔係咧係唔合法嘅做呢個生意嚇。咁亦都咧做一個房東咧都要負責啦，為嗰啲房客。最恐怖嘅係呢啲物業咧好多時候都冇牌唔合法，甚至俾移民蛇頭人口販子咧我嚟做賺黑錢。咁我亦都知道咧好多嗰啲地區咧，例如 Blackpool 啦，好多唔同嘅喺海邊嘅地區咧，好多 HMO 咧都係非法嘅。咁而咧係俾10幾20個人咧喺入邊住，咁真係咧係愛嚟咧人口販賣嘅。英國嘅社會咧曾經有一個所謂嘅黑 council housing 啦，即係我哋所謂嘅公屋，咁即係咧政府起平價樓俾一啲低收入嘅人士啦、單親家庭啦、長者去租住。但係過去幾十年咧嘅保守黨同工黨咧輪流執政之下咧，呢啲屋咧一間一間咧就賣晒俾啲咧私人嘅業主，就冇再起建啦。咁我見佢哋起公屋咧真係買少見少嘅。老實講，如果你話咧點樣解決依家英國嘅租屋問題咧，一個網民咧講得好中肯，英國應該搞一次咧，好似1940年咧到1950年代嘅大規模起建公屋嘅計劃，否則咧我哋只會不斷咁重複過去嘅失敗。網民提到咧 rent to rent 咧最早期咧係安置非法移民啦、簽證過期者啦，佢哋唔敢申報、唔敢投訴，被人困喺張床一個房間幾年。我以前睇咧 Can't Pay Will Take It Away 呢個節目，咁入邊咧成
日都見到住客咧，完全唔知道邊個係真業主啦，邊一個係二房東，冇租約冇保護。咁呢啲咧係完全都唔合法嘅，你一定要係嗰個入邊嘅房客咧，全部都係有租約啦，有保障嘅，亦都係有買險疏，亦都咧要有 license 先至合法嘅。一個社會咧，做老師咧都養唔起自己，反而炒樓賺幾倍，咁樣價值觀咧係已經扭曲。當一個屋可以分租俾10幾個人陌生人咧，租金咧就高到咧仲要唔合法。我哋都知道啦，英國所謂嘅發達國家嘅制度咧，已經唔係可以再保障到基層，而係變成咧養 landlord 養炒家嘅工。rent to rent 咧有冇呢個經驗咧？你覺得英國租樓咧未來會更差咧？歡迎咧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咁記得 like to subscribe 支持我哋講嘅更多咧深度嘅影片啦。我係思思，下條片再見。